今仔这考大学到底是要选学校，也是选科系？日本银行是公布2024年企业上届大学调查，台湾大学同款是咧排伫咧第1名，也阳明交通大学是排伫咧第2。私立大学内底，淡江、辅仁甲东海，犹原是甲前3名占条条。113学测今仔日放榜，考生无用咧查成绩的时阵，嘛开始进行后一个阶段入学的准备。日本银行甲大学帮合作，做2024企业上介意大学的调查。公立一般大学的排名，台湾大学要是工课场排名表现第1名，阳明交通大学比去年进步1名，以第2名得到企业的肯定。成大排第3，政大第4。也若私立一般大学的排名，淡江、辅仁、东海要是包前3名，是徛较真在。无论是什么科系毕业的学生，人工智慧，也就是 AI 跟程式语言，以及永续发展这2个，我们把它列入在通识课程的这个必修的学分。在公立科技大学的部分，由台科大连霸摕头名，高雄科技大学排第2，辅仁科技大学排第3。私立科大排名的部分，地理科技大学要是摕头名。明新科技大学进步1名，摕到第2名。毕业证书要加上它的竞赛，比如有国际竞赛，比如说有全国的竞赛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它的毕业证书就加值了。日本银行表示，这项调查针对有选材、用材权力的企业负责人、主管甲人资做调查。调查的项目包括整体表现的排名、公私立大学排名、公私立科技大学排名，也有18学群的排名。多方位的技能其实是现在跨领域的这个所谓的企业是最喜欢的，等于是说你是一个多边形的展示。那进一步以整体排名来看，是由成大摕头名，也若今年进入10强，摕到第8名的台湾师范大学。国际化是因增强的项目。我们从传统的注重这个师资培育的大学，已经变成说在理科、工科、管理等等方面都非常完备的大学。那这当然也是让学生有更多在职场上就业的机会。日本银行表示，为结果看得出来会当有才调解决问题，是头家上界注重的能力。建议学生爱把握大学校园的生活，专项为学习，而且为生活点点滴滴培养处理代志的能力，扩充软实力甲硬实力，进入工课场才会当充分发挥就业的优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